今年的国运签，高阳基山天后宫，大甲镇南宫，竟然抽出同一支签诗。签诗安尼写：玉起长江水看网，行船把灯未造风。户内用心再造福，看看溪水得相逢。看网网，台语接用词，形容真看真看。台语讲看网网，安怎写？签诗有教哦，你会晓写袂？看网网，教育部的建议安尼写啦，教育部哪会遮创邦拢安尼乱写呢？来看国运签的建议，看网安尼写，安尼读才有押韵哦。真看真看，台语讲看网网，文献嘛有写啊，网网就是广大帽。真广大真广大，台语讲看网网，会晓袂？咱有真侪字爱学，心头掠互定，做咱该做的，总是会有结果的。这咱今年的语运。